怎么了？有发现吗？大龙从风堂收购的部分确实属于亲人。我们的推断没错。可是，你知道秦生生的电脑密码是什么吗？是他跟我妈妈的结婚纪念日。可是我该怎么办呀？我恨了他这么多年，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答案。他不是个好人，可是他对我跟我妈妈都是真心的。可是，你说像我这样的女儿是不是太冷酷了，太不近人情了？可是有的时候，我又觉得这样的局面，我不该对他有丝毫的宽容。他是你爸，也是真心实意疼爱你的。无论他是怎么样的，你们的父女关系不会变。我答应你，水落石出之前，我不会做出伤害他的事情。苏媛跟吴东娜也跟我说好了，清润的事情不会有其他人知道。睡吧，睡醒一切就好了。不许乱想。